生者，乃可谓之有情人耳。情不知所起，一往而深。生者可以死，死可以生。生而不可与死，死而不可复生者，皆非情之至也。
吃什么？花。花要花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花呀。看着花呀，刺绣呀。绣花啊，老爷，贵族女儿刺绣女工也是本分。哎呀，夫人啊，都是你对他古文体也呀。不仅严肃见头事，对方有何事神？他若说是小事神，安抚不要。家名不记，教官可读是言诗，桃李万字才相离。哎呀，研究好，研究好啊！哎呀，儿啊，快来拜顾先生。拜见先生。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先生啊，小女就拜服于你了啊！应当请先。丞相，你对小姬好好我服。小姬怎么好？就拿你私本。小女子错了。是。哦。哎呀，那看。哎呀，那看。那看，真像。先生，花看得好看吗？好，好，拿开，拿开。
小丫头，你也才好。管管句句，才和自醉，这是《诗经》第一篇。第一篇，我们小姐早就到过了。到过了？我要能陪。我要能陪呀。当然要陪喽。先生，你可不可以低过头呀？第一句就背不成。管我管你也管，你倒是管下去呀。要管下去呀。你听好，光根姐姐在我自己要生意君子好句，先生不愁吧。你不许闹，光为陪有什么用？听我讲解。管管句句，句句者鸟也；管管者鸟鸣也。先生，怎么个名声？管管。一个老姐姐，一个小姐姐。不许笑！女子笑不如此，怎可大声发笑？是。听我讨来。窈窕者美貌也，淑女者颜色也，君子者君子也，好者好也，酒者酒也。就是说，那君子来好好的求那淑女。君子为什么要好好的求她呢？那君子又是谁呀？小丫头休得胡闹。读书之次，尤其是女子，就要不求成节了。人世间，各风言情，传红雨，几度风雨。而非是女生喷王做电影，相爱情绪真，相约平平，你须得不乱情，不乱情，规规矩矩，要生生。丞相，你到底有没有在听啊？哎呀，老爷子许的规矩呀！你这小丫头，痴痴的胡闹，看我怎么来锤锤你！先生，念他年少不懂事，妄自处罚，请饶过这一位吧。要不是小姐实情，我绝不饶你。今天就到此吧。
先生，今日之事，弟弟面前，切莫提起。丞相，还不起来，送先生，也是送先生。女子小婆如此，你怎可大声发笑？你呀，哎呀，我这小姐这的话都写了，花儿都写了。有一个大花园呐，小姐，你真的要去医院呐？小姐，你好一个孙女呀！小姐，好来呀！一生
家园
我去看看老爷夫人会不会找我们。小姐，你要在这里等我的呀。今晨困倦，不妨小憩片刻。
落花去。哎呀，秀才呀！秀才，姐姐，哎呀，秀才醒来哟！姐姐，哎呦，叫我姐姐，姐姐啊，秀才，姐姐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！秀才啊，哎，该不是在做梦吧？做梦？哎呀，哎，这种梦我年轻的辰光也是做过的。啊，你也梦到过姐姐？我梦见的那不是姐姐，我梦见的那是妹妹哟。哎呦！哎呀，多谢多谢！哎呀！来，秀才啊，这种梦那是当真不得的。你不讲叶子，不用多财。年轻时做春梦，一场实为。就算是你与他梦中情，醒来，那梦中情空余悲。不，老员工，我这个梦非同一般呀。美梦美般情，佳人细语有口分，留神我到今10年看长远，到如今思觉梦中情方真，几多年无影说变了邻家比等等我流日最美，美衰心。
我与姐姐相约，3年之后要在牡丹亭下相见。我就是走遍天涯海角，也要找到我那梦中的牡丹亭。这晴天白日的，你到哪里去找那梦中的牡丹亭呢？我缺一叫你休在劝我。那好，那我就跟你寻梦。一路上也好有个照应啊！老员工，那你快把这果园卖了，充着路费啊！我这就去。老员工啊，是此经你亲手销声一般。官当，秀才啊，怎么有了果园，我可就不是老员工喽。我就叫你独生公公吧。像那梦中姐姐站在梅枝下，是说是你。对，我是改名叫吕梦梅。好，刘梦梅。土报接旨，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诺安知府土报为安武士，征收万养，今日启程，不得为吾请辞。请辞。在东方，此物并且噩梦，臣子不讲，节节此理。臣子不讲，节节此理。这老郭啊，你晚上不杀我怎么了啊？你这种神神叨叨的东西，难道比我真娃晚1年吗？陈先生啊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小鸡这种病啊，你真了是没有用的，还是我这母贼叮叮0年。哎呀，
你知道小姐她得的是什么病吗？我当然知道啦。哦，那你试试看。我试试看。嗯，你倒先试试看。啊！你试，你试，你先这样子啊！你试，快啊！大夫啊，我女儿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啊？哎呀，老夫人啊，小姐是长了化药，化药，这化药呀，冰化，哎呀，冰药，哎呦，冰得厉害。我年轻的辰光啊，得了各种尴尬病，尴尬病，哦，就是想出家。哎呀，妈偏偏把我送到道观里去出家，没想对嘞，毛病就好嘞。先生，先生，先生啊，我女儿病了。哦，你女儿这么想嘛？范先生啊，我女儿她到底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道姑啊，你这道符咒到底灵不灵啊？实话实讲，是灵便灵，是不灵便不灵啊！哎呀，先生啊，我女儿怎么想？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啊！帮忙，帮忙，再讲，帮忙，再讲，试试再先讲。生，呀，夫人啊，皇上命我即刻启程，引我的官军当街迎闯啊！哎呀，你看，女儿啊，小鸡，母亲，女儿，母亲，不要难过，母亲，请起，哀怨一心，怎么？母亲，女儿百病
未必能好起来。女儿，女儿，女儿。你要好好服侍小姐。女儿，去把我的事话上去来。小姐，这副画像已经全商量好了，你画的真像啊！丞相，不瞒你说，在梦中游泳之时，梦见我须在。梦见我须在呀？那就在站在梅树下，这一缕子梅缕，那须在是新梅还是新缕？我也没有问他。我们约好了，3年以后在梅丹亭下相见。只怕我这边，只怕是等不到那一天。小姐，夜了，待我在这只画上滴湿一水。
指望把爹娘送。
忙生忙死，难得一位天，难得一位天。今日阎王当可冲，劝我那个水兵为罗典，为罗典。可闻得黑子的家将父母有与会，有问会，心有乱奇怪了，阎王老爷说今日无人生事，哪里来的语文成言呢？待我细细的看人来。到王楼来看我的鬼门关。哎呀，为贵司大爷，小女虽是死局未到，在梦中你休在引情而亡，故而再上了你的鬼门关。见鬼了，见鬼了，见鬼了！贵姓所是冤鬼，我见得多了，从没听说过为梦见一个秀才而死的。你过来，替我老子的讲人来。哎呀，贵司大爷有病。昨日的浮尘归文，归
此事我做不了主，带我去禀报吴判官吴大儿。等，在。我都已听到了，像这样为敬而死、为敬而活的自尽之人，难得，难得。顾丽娘，你要在此等他3年，可是当真？当真？你可是有问受罪之苦？丽娘，甘愿受苦。贵师，来，查看一下他的原目。禀佛爷，一日无让，确有此事。杜丽娘3年期到，只要刘凤梅要为他开门，他即可为生。杜丽娘，你可知他送来访开门者不能随从，按理当真。那刘梦梅回来与你开门吗？那现在也是知情之人，定会来开门。事实不说，丽娘我定为地府，永不做人，绝不黑为。杜丽娘，我从孩子破了鬼文去擂台，经过破例倡议，又问3年，3年既到，就看你造化了。哎呀，多谢潘爷。徒孙我跟随刘生奔奔波波，四处有一云梦，转眼已是3年了。再到这我，刘生他病了，多亏遇见了陈追良先生，他不但替刘生治理，还将我俩引荐到这梅花关。关中的沙道姑倒是待我们好的，对我，哎呀，空也是我也帮着料理着梅花园嘛，都是我又成了老员工喽。哎呦，杜生公公，来，喝茶。哦，快请坐。那你也说啊？你辛苦啦。哎呀，你虽然我女生，这有气有喘的，是什么辛苦哦？娘
话？写明白，我转话，配人白，金的话。哎呀，朱金白，林小花。哎呀，转样的。你真是一个老金怪。红桂花，紫薇花，养得乖，水红花，了不开。那个女露花，哎呀，转经哎，那是绿花。可累下来。啊，黄花，啊得嘞，啊得嘞，啊得洪水好大来啊！哦你呀，啊，哎呀，拿回去！哎呦，你也怕拿围巾啊？哎，你也怕拿围巾啊？你。
我忘了
这地方好生熟悉，好像是我梦中来过的地方嘛。对呀，对呀，这不就是我要找的梦中梅半亭吗？谢天，他还真是个梅半原来是块石头。咦，这石头下面还有一个小盒子啊！一定是谁藏在这里的。哎呀，人家的东西。我是不能随便动，不能随便动哦！你这个死呆子！哎呀，你快坐来呀！那是我的遗留给你的。哎，这盒子压在这里，实在雨淋的，弄坏了，岂非可惜？哎呀，真是苍天的眼！原来是副观音画像，等我将它藏好。哎呀，不是观音，那是我的是画像啊！咦，这画像我好像似曾相识，是算是相识的呀。哦。关于小事所行，带我仔细看来。进度分明4年中，远光自在实非仙，他面旁传不可，不才美变才是梦中的小姐呀，小姐呀，我已是你3年整，不见你怎有我
姐姐，你有何为难之处？莫非是怕父母责怪啊？非也啊，那姐姐是已有了人家，天上地家。那姐姐喜欢怎样的人家啊？现在啦，有精神，敬佩你啊！小生我真是个有情的姐姐，嫁了小生吧。现在你看我是怎样的门第？看姐姐温香艳月，深切难寻，不知人间难道天上姐姐从梦中而来，那定是天仙了。姐姐，姐姐，你千不舍万不舍，怎要绝死不了？你是还信不过我？苍天在上，神灵作证。如梦美丽似烟，心开给天。每当听遇佳人，多情的情。生同生，死同月，相随百年，思别心，最能言。岁岁相陪。自己，你因何抵抗？只怕你受惊吓。姐姐，你说哪里话来？你尽管说与我听。现在，土里小
么可怕的？这有什么可怕的？这是你好端端的一个杜甫千金，怎么委屈了阴间你？就在3年前，有缘相称华州有闻满室，美事个判官查得生死簿，方得知等你死生开坟，打从生开坟。
么？李娘啊，你都已经为我死了，我还有什么可怕的？大不了我也死一次。世上有这样的奇事啊，沉思了3年可以活过来的。这个时代这样，是不是像老婆像风啦？昨天夜里，这个刘梦梅来找我，要我帮她我问，我一听呀，是吓了一跳。这我问道么，可是要杀头的呀。不过听他一讲，倒是讲得头头是道。要是李娘真能活过来，我倒是要帮他一把的。李娘，你可要活过来呀！李娘，你可真要活过来呀！你在干什么？你这个死老头子，你要想什么呀？你这个死老头子！好了，哎呦，你是来挖门的啊？嘘啊！先生，你不怕杀头吗？啊，我要是怕，就不会让刘生来找你了。怎么？是你让他来找我的呀？你想想，他一个文弱书生，虽无搏击之力，他能把得开文吗？就是我嘛，也要我让他半天了。所以嘛，你就把我也拉下水。哎呀，要死嘛，大家一道死了。呸！我是不想死的，我也不让你去死。好，那我们就赶紧我这个活生生的土里娘了，我们大家再好好的活呀。大家一起好好的玩。
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我们没在管什么。我们实话实说，我们是来我们也大胆！你们尽管在杜老爷家的问题上痛吐，你们不想我了呀？啊，我们来，走，跟我进关去，这。啊，你杜生公公，你休得不来。郑先生，郑先生，哎呀，刘梅呀，郑先生，你来的正好。他们二人坚持起义，想要盗墓。不，他们不是盗墓，他们是要救神呐。救神？对，是我请他们来帮忙的。林娘小姐在地下等了我3年，今天我要救她为神。哎呀，小姐都死了3年了，万为万问，看来你是真的见了鬼喽。对呀，我是见过林娘小姐，是她亲口告诉我，要我开坟问呐。刘梦梅，你可知朝廷立法，这开棺见尸不分岁数，均须问斩。朝廷立法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刘梦梅，你可不要无法无天哦！你可知杜知府已升为平章大臣了？他我夫人亲临扫墓，已经来到大门外了。呀，这么说来是我的岳父岳母来了。岳父岳母，哎呀，做梦！哎呀，那我更要赶快开门。要是没有李娘小姐，我怎么说得清楚呢？杜生道过，快替我开坟！哇！哎呀，先生啊，后人在此喧哗。哎呀，大臣，有人想到小姐的问谁敢如此大胆？来人，把他们拿下了！起来！大臣，我问的是我与他们无关。你小生乃凌乱秀才刘梦梅叩见岳父岳母大人。哎呀，青天白日，国内狂舞，我女儿已经亡故3年，后尘得有个女婿来。来人！大人，我以一罪李娘娃的陈勇为证。这可是在武山上下杀的，正是。夫人，小姐说3年后余生会在这里等他的。老爷，莫非女儿梦中正欲其神？哎呀，实得一幅画，岂能作证呢？你看这上面画有4年。大人，世中不在美边，在流边，指的就是我吕梦梅。哼，但凭一句诗，牵强无为。大人，且慢！老爷，听他话语来了，还可细问，或许我女儿她怎可重生？哎呀，人已死了，岂能复生呢？老爷，大人，你身为朝廷命官，却枉为神父。南华都机关什么朝廷命官？来呀，把他押下去！徐大人先开门，再问罪。老爷，先开门，再问罪吧。你们都犯了不成？来呀，快与我将那文天了！
困呐！你看，秀才，去呀，去呀！自己自信，钻进